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哇，改变一个时间，会通爱适应了吼。所以咱做伙起立好无？咱做伙起立啊！咱要来学罗敬拜。透早起来，咱要来学罗主啊！咱要来亲近主。啊，是你拄啊伫楼骹开始安尼埋怨，哎哟，安那该遐早要创啥？该遐早要领受上帝恩典。特别咱老会友吼，佫较输这个步道的。 哦，佮甲咱讲哦，较早来，较早得到福气，安尼好毋好？为着咱的囝儿孙，啊，咱调整者，啊，无老大人啊，见讲过去，啊，讲了随袂记，倒落安怎？啊，困袂记。所以咱透早起来吼，咱试看，咱要互咱的囝儿孙，会通伫遮好好来做礼拜吼。哦，过去是第一场8点半，啊，咱即马第一场。 9点咧，9点讲日头安怎？日头晒尻川啊啦，敢毋是？所以咱透早起来精神好，啊礼拜煞了去小组了11点半左右就当食饭，安尼好毋好？哦，所以咱第一批成者你知无？哦，所以咱咱做伙来学罗来敬拜咱的上帝，所以来卖埋怨学罗上帝，你就会愈来愈少年，愈来愈有精神哦。 耶稣，我听你拍败伫你面前。耶稣，我听你。耶稣，我听你拍败伫你面前。哦，罗敬拜你。 主来，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搁一遍来学罗咱的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咱要来学罗来感谢咱的主，咱的圣言讲，咱有软弱的时阵，咱有埋怨的时阵，咱有亏欠的时阵，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来，我的心神啊，要称赞上主，要用全部的心神学罗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要称赞上主，唔但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 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哦，所以咱要学罗感谢主上主哦，伊是圣洁，伊是主爱，
伊享受一切恩惠甲谢罪上帝哦。咱要来认罪哦。咱有讲话，咱的心思意念，咱的行罪有得罪伊，求主来赦免求主来掌管，互咱会当嘴讲造就的话、恶乐的话宣告上帝开咱帮助伫咱中间。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阮学乐感谢你，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你以外。阮透早起来，伫遮来学乐你；透早起来来领受你的恩典；透早起来伫遮来进到你的殿宇，伫遮学乐来敬拜。感谢学乐主，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阮幸福的源头。愿感谢学乐你，像是阮存敬畏怜悯的心，伫遮来祈求你，愿主你来施恩赐福。主，阮学乐你，感谢你，因为你是看伫阮学乐敬拜的主，你是享受各样的福气，互阮敬畏你的人。主啊，你是赦免阮一切的罪过，你是医治阮一切的病痛的主。阮会通大大好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恳求，愿你来赐福。今早起，阮用学乐开始，用祈祷开始。用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带阮行伫主你所享受恩典道路。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请坐。咱要恳求主来帮助咯。这个诗篇哦是牧师最爱的吼。我相信真侪兄弟姊妹嘛最爱这个诗篇，会当成做你的宣告。这嘛是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这个经节咯吼。咱做来读来。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束护你。你在祈祷的时，你会当改啥呢？伊赦免我拢总的罪，医好我一切的病。伊救我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束护。好，你会当伫遮，迄诗人的祈祷，但是你会当成做你的祈祷。享受互伊嘛，享受互我，安尼好无？上帝，你互我享受我，所以咱要做伙来祈祷哦吼。拄仔讲的全人的、全人的医治咧，全人的供应哦。我看第5节内底你毋免去看医美，你知无？内底佫有医美佫互你安怎复到青春少年安尼。你若好好去看，原来上帝话内底有迄个药膏，也是迄个良药所以你若有需要的即各方面，你若有需要同工牧者甲你祈祷的，你会通徛起来。咱即时要来邀请主伫咱生命中间来掌管你若病痛，你举手者无方便，你嘛举手者这咧咱的同工队长老会通为着你来祈祷。好来，咱开声来祈祷开纽扣来祷告。你嘛会当手欢的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就举手者免惊歹势，大胆好胆甲上帝讨，甲上帝求哈利路亚，主，阮奉你名来到你神的宝座前。主啊，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你以外。阮大胆好胆对你来恳求，愿主你神所医治阮，帮助阮，互阮通经营你的同在。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阮来到你面前，谦卑对你来求讨。你是阮的大医生，医治阮的艰难、困苦甲病痛。你知阮的兄弟姊妹，也是阮兄弟姊妹的家属，拄当伫迄个病房，伫到病房，伫迄个病痛中间伫挣扎。主愿你医治透放，你伫精神。你伫开来顶面来扶持因、帮助因，面对亲人的病痛，因的心真正着急，因的心真正不安。愿主你来安慰、扶持，你伸出你的圣手来医治、帮助。主，你知阮的心思，你知阮的意思，
你也知阮有话无得讲，心事无人知。由你来讨办，阮会通注意来到你面前，大大开嘴，你着充满医治供应甲引带，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也要继续为着注意的礼拜来守望哦。头一遍伫遮改变这个时间，互咱会通伫遮来适应，互咱会通伫遮来学乐感谢。透早起来会通做伙来学乐来敬拜主。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所有的天君啊，只伊的车赛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所以咱要为着牧师啦，为着这每一个同工吼，咱有无共款的这礼拜，有需要有无共款的同工伫遐来服侍，所以咱奉主的名祝福。今仔一开始吼，这个青少年吼，差不多40-50位吼，加起。因伫昨2天吼，进前就拢伫遮内底训练。明仔载开始要带遮个社区的朋友吼，遮个囡仔来夏令营吼。你知影囡仔是做歹带，即马愈来愈歹带吼。所以要训练遮青少年免怎帮助因吼。所以连伊伫第2场花舞的时阵吼，会受气会受即个夏令营的期吼，遮同工吼，遮少年人因。安尼训练操练会通，互因更较成熟。咱为着7月开始的精神礼拜，你若袂晓祈祷，你毋知要怎祈祷吼。7月29吼，7月29，咱灵命精神部有办一个灵命精神，要怎教你祈祷即个祈祷，你早顿你会通随时家己安尼祈祷来帮助你家己哦吼。所以若还未报名，你通赶紧吼，咱只有50个名额。即礼拜的夏令营，到尾夏令营，求上帝吼，即个少年人吼，头一遍担当营长的啦，即个同工吼，社区的即个青年吼，因伊来做志工吼，因要得到即个时数，即个时间总是较要紧，要互因得到上帝福气吼。咱为着财务来祈祷吼，疫情了后吼，咱的财务部长伫开销会讲，后个月可能会红字哦。兄弟姊妹，咱伫上帝的恩典内底，咱要用奉献来经历伊加倍祝福、加倍祝福。牧师家己就经历着吼，所以好康斗相报，咱做伙来经历，莫讲伫遐底还讲牧师啊，我无够野，上帝啊，我无够野。咱要安怎来经历？上帝已经将这个福气的管道、门户的管道，拢赏赐互咱。所以咱做伙来经历上帝伫11奉献、1/10奉献，甲其他的奉献，经历看上帝要互你开天窗摒落，互你无所在通地啊无。咱做伙来经历吼。好，咱开声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先来主，阮感谢你，礼拜是你，互阮通亲近你，透过你的话来润泽阮的心神，引带阮行伫正路，无偏离你的恩典。愿上帝你祝福，互阮今早起的礼拜，诚做芳芳者献伫你的面前，也对你的施恩宝座降落，你的供应医治引带祝福，互你的话诚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因为你的话得到自由甲透放，互阮的全人拢会通健全，拢会通健康，拢会通伫遮也诚做你受祝福人的管道。愿要做伙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灭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全地拢伫往耶和华唱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放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做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伫正上帝顶面，应该受敬畏。咱做来念圣诗，圣诗305首。我的心神啊，你著唱歌，请起立念全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落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我创造地顶地，我落全能主上帝。一大救主听透上帝，照顾人类的天平，赐归阮全属天的山，主残破愿欠，只愿主上帝。我的心是，我的心是，虔诚着记主的名，伊是全能荣光上帝的我伫咧地顶地，落只剩主上帝。咱做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你是造物主，万项拢是你创造，你也是空间的主宰。因为无论是有日头，无日头；有空气，也是无空气；有水，也是无水的所在，你拢伫遐。你也无时无刻伫阮的身边。你也是时间的主人，因为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你是智慧的起头，福气的源头。敬畏你的就要得到智慧，有智慧就要有福气。你也是公义的主，因为这世间有一个无公义的代志，毋过到伫你遐，拢要显明你的公义。有一天，你也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迄个时，阮就知你是公义的主。慈悲搁听阮的天父，感谢你敬选阮做你的囝儿，予阮在生有我靠。因为阮时时拄着无奈的事，当阮拄着无奈的事、无意外的时，你就要做阮的保护者。你的话就要指示阮头前的路。阮就会当勇敢壮胆向前行。圣洁佮公义的主，求你搁一过赦免阮所行、所做、所想无合你旨意的罪，阮会当时时警惕，时时反省，无抵到落伫罪恶的深渊。求你圣神引带，帮助阮顺服伫你的道路，伫你的话内面来行动，来甲你同行，活出你的款式。成做你的信徒，你的门徒。听我的天父，搁一过恳求你保守台湾这个土地，甲徛伫遮的人。因为阮台湾伫这个地球村来讲，是一个经济体较小的国家。伫这个多变的世界局势，求你互阮的头人有健康的身体，甲你享受的智慧，来带领阮，互阮这个国家充满着公义。怜悯甲谦卑，互阮因为你所赐的智慧，会当伫即个地球徛在，成做一个受人敬重的国家。阮的教会也求你圣神引带，兄弟灵命得到成长，也互济灵魂得到救。牧者团队
有你圣神充满，来带领阮即个羊群。伫即个暑假期间，教会有侪侪事工在进行，也有兄弟出外旅游。求你保守出入平安，事工圆满。有病痛的兄弟以及心灵欠缺的，求你医治，求你看顾。每一个兄弟的家庭，无论是事业、学业、工作、身体，拢得到你的看顾、保守甲祝福。而归你的兄弟，求你互因软心来归向，领受你的祝福甲保守。感谢你听我的祈祷，求你搁一过应允我的恳求。恩典甲祝福，添到记若信靠你的人。我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的名，仰望祈祷。请坐。咱做来启用，启用文第25诗篇103篇。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那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予你一切。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仁爱做花冠树，伊用达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永驻。上帝是名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上主有慈悲，有仁爱，来快生气，无用做法。伊袂久长责备，永远抗受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向伊大。当离开西有偌远，咱的罪过离开咱嘛向伊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人啊，因的生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生长无成，风一个吹就消失。无人会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因会行行顺顺，就是遐遵守伊的约的。用实遵行伊诫命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执行伊命令的使者，这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天君执行医治伊的车赛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伊掌管各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这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这时咱请地理主长老来献诗，伊详事拢交业。受事愿我命，愿要永远学落你，心
成尊名，你可愿结大听堂，得着新生命，是客甲阮同作伴。你相思拢到夜，阮电满满，思苦无收怨，仍无散。你相思拢到夜，在阮心中毋忘，阮拢无欠亏半工。你相思拢到夜，阮满心感谢，阮要一生甲你同行。天父感谢你相思愿活命，阮要永远学落你成尊名，你可愿结大听堂，得着新生命，是客甲阮同作伴。你相思拢到夜，阮电满满，思苦无收怨，仍无散。你相思拢到夜，在阮心中毋忘，阮拢无欠亏半工。你相思拢到夜，阮满心感谢，阮要一生甲你同行。你相思拢到夜，阮电满满，思苦无收怨，仍无散。你相思拢到夜，在阮心中毋忘，阮拢无欠亏半工。你相思拢到夜，阮满心感谢，阮要一生甲你同行。你相思拢到夜，阮满心感谢，阮要一生甲你同行。做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圣经103篇，诗篇103篇第1到22节。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伊用逐项好物、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遐尼臃肿。
上主执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伊用伊的道路指示摩西，用伊的作为指示以色列人。上主有慈爱，有仁爱，有慈悲，有仁爱，袂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久长责备，袂永远肯受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远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怎样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会记得咱不过是土粉。人咧，因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生长茂盛，风一个吹就消失，无人会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因的子子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律例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的天使听咱上帝的话，执行伊命令的使者，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使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各所在，所有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以上。这时，请余牧师来讲道，请上主恩典。请咱同心来祈祷。我的心啊，你着称赞上主，因为是堪得咱学老称赞的上主。我的心啊，你着敬畏这位主。因为伊是你幸福的源头，主，阮感谢你，因为你透过诗人咧提醒阮，阮开喙就是学到你，称赞你。愿主赐阮拄起阮喙中讲遐个无造就、无合上帝你心意的话，也阮所讲的会当成做上帝你祝福的一个话语，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大家平安。新的一个开始，要帮助咱安怎伫遮来经历上帝恩典吼。诗篇实在是会通帮助咱真做专人的医治。最近你有看新闻，差不多拢是啥物人的新闻？拢是考李玟伊的新闻吼。咱来看讲，可能伊面对婚姻的问题，面对啥物？忧郁症是啥物咧？互伊忧郁啦？啥物？听较无有啦吼。可能伊本身嘛有法着健康啦吼，有癌症，有真济可能有人出名了，伊爱面对真济遮个人所讲的话哦。伊是头一个华人伫奥斯卡颁奖典礼，伫遮来唱歌的这个华人的歌手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真无简单哦，伊的手且疼甲信用，可能小心一点那个面比较。所以咱看讲，但是发觉伊并无即个对上帝的信用啦吼。所以面对即款的一个忧郁症。可能有当时也会想袂开，毋知讲伊是家己结束家己的生命，也是最近个新闻讲可能有大变盘，有啥物款其他的原因，总是咱毋知。不过因为伊会离开，互真侪对伊就种追求即个偶像、即个歌迷，会当心感觉讲真艰苦啦吼。咁在
伫咱的生活中间嘛有真侪才受到这忧郁来颠簸。你知影即个基督徒嘛是哦，莫讲基督徒就袂得到这忧郁症。咱知影讲咱有一个长老，伊过去几年安尼忧郁症了，伊安怎伫遮来得到医治？所以真拍拼咧写文章啦，甚至会当伫遮写册，伊家己伫分享安怎行过即段忧郁的时间。所以基督徒毋是袂郁掉的吼，总是你爱找一个透放，会通伫遮来透放你心灵郁掉的遮的原因，你要安伫遮来透吼。你若毋知影要怎透吼，7月29，咱的祈祷营吼，灵命更新的祈祷营，就想帮助你吼。你莫家己伫遮郁掉的，毋知要怎透吼。所以即段圣经是咧甲咱讲，保罗讲提醒咱做伙来读来，拢毋通挂有啥物。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所以保罗嘛，伫甲咱讲有一寡管道会当伫遮来透放。其实有真侪遮的重大事，那个感度小声一点嘛，会叫。所以会伫遮来影响咱吼，甲上帝之间有迄款的一个关系，就是你透过你的祈祷会影响好的甲无好的吼。若是无祈祷，也是讲伫遐埋怨，你知影以色列人因受上帝引带吼，离开埃及做奴才生活，正是到伫旷野，为什么真侪人死伫旷野，知无？埋怨，甲你的边仔讲，毋通埋怨啊吼。埋怨的死伫旷野，你知无？所以因学老伫遐困求，无肉通食，上帝就讲啥有食？肉啦，无肉咧，烟吞啦无物件通食，讲肉啦有食对无？所以你求就好，莫阁带啥，莫阁带埋怨吼。所以兄弟姐妹，埋怨是阻挡咱得到上帝恩典一个真大的阻碍，你知无？吼，埋怨吼，所以毋通伫遮来埋怨吼。所以遮着今仔日的经文伫遮要提醒咱，诗人的诗歌其实嘛是一种药方，要帮助咱吼，来透放咱哦。你知影这扫罗王伊困袂去，伊用遐个邪灵伫遮来搅扰吼，困袂去失眠哦，安怎好？知影安怎好无？唱诗歌、听诗歌，所以你若困袂去哦，YouTube哦，你若会晓用YouTube 甲放落吼，听这诗歌，代笔吼弹落，因为上帝神甲三同在，弹诗歌落安怎？扫罗搅扰伊的邪灵安怎？怎走去？所以你讲恶佬的气力是真大吼，恶佬的气力，互这邪灵挡袂牢。所以伊就安怎骹底抹火油，酸啊，对无？所以即摆恶佬是互遐个搅扰你的搅扰你的，这因素会伫遐离开哦。所以你若困袂去时，你就甲放恶佬的诗歌感谢诗歌落，代笔一段落，哇，伊怎啊好困啊？扫罗王怎啊好困啊？遐搅扰伊会怎啊离开？所以咱看讲透过伊所做伊嘛有犯罪啊，但是伊安怎伫遐面对伊的罪伊面对罪软弱的时阵，伊嘛会当做诗歌伫遮来祈祷咧，所以要互咱学习讲，伫你顺遂的时阵，你都会通做诗歌，也是讲唱这诗歌来学老主。伫你感觉讲你软弱无毋忙的时阵，你嘛会通透过这诗篇伫遮来帮助互咱会通伫遮来经历。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要来看两个方面。头一个就是认捌上帝伊的公义，佮伊主爱，透过伊的主爱。互咱有一切恩惠，所以拄你毋知在读圣经的时阵，书会在读的时阵你有注意听无？还是拄咱在启用的中间嘛有一寡这的诗篇103篇内底讲，伊要享受咱一切会啥
运费哦，一切毋是一项两项，是包括所有，包括你的食穿用，你手所做，你的身躯的外口甲内底哦，所以这拢会通帮助咱。所以人捌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你毋免搁去遐拜东拜西哦，看东看西哦，买东买西哦，嫌东嫌西，搁来怨东怨西，骂东骂西，哪像迄平湖菜瓜安怎？10念哦。第二，咱要来看哦，就是讲勉励咱家己，亲像诗人哦。伫即个一开始讲，我的心啊，你着爱安怎？着爱称赞哦。我的心啊，你着爱感谢啦。我的心啊，你着爱安怎哦？诗人咧勉励伊家己呢，咧提醒咱哦。你着爱真做一个感恩的人啊！你一爬起来，你今仔一来到教会，你是用感恩的心，还是埋怨的心？这拢会影响你规工的生活哦。所以兄弟姊妹，你若一头撒开，上帝啊，我感谢你，你搁互我会通喘气，搁会通喘甲真好势，爱感谢无？咱为着翠云长老的妈妈啦吼，来祈祷啦吼癌症开刀了因为伊的肺部功能就较歹，所以伫昨就伫迄个大道的中间来发大道讲，哎呀，大家为着伊的妈妈吼年长当时佫有迄个下姑而且伊伫迄个即摆佫伫家务病房吗？伫普通病房出来伫普通病房，感谢主吼。总是咱看讲对一个影响团伫迄个群组内底请大家为着伊妈妈祈祷，有迄个展望的这现象牧师就为伊祈祷看见迄个症状就较无起来，大家伫为伊祈祷所以昨有发出这个祈祷，讲为着伊迄个下骨喘起来迄真艰苦那有即款的镜头，你就知影讲足艰苦的所以咱伫祈祷的中间就知影讲翠云长老的妈妈即马面对着即款身躯的病痛，咱就为祈祷。所以伫遮勉励咱讲，咱透早起来，咱就爱感谢主、学罗主，互我搁通大大喘气顶礼拜休假去三林溪去溪头，你知影哇？伫迄个行伫迄个树林内哇！迄个芬多精迄个好水的空气真正清气真正爽快所以伫迄中间阮3个牧者伫遐就包括新加坡王牧师甲迄个钱牧师阮伫遐学了主，感谢主上帝阮伫遮享受你的自然，然后咧大大喘气拢免钱的。你若去病院输空气，爱钱无？迄氧气拢爱算伫你的医疗费用内底你叫是拢免钱拢爱钱啦。所以伫遮咱来看伊讲，为什么会造成咱是心灵伫咱肉体伫咱的面对死亡会惊吓？原来咱爱过着一个是感恩的人生，毋通过是一个蒙恩的人生为什么要安尼讲圣经内底你知影摩西常常咧提醒遮百姓讲啥？恁着毋通袂记哩恁毋通袂记哩，恁毋通袂记哩上帝恩典。所以迄个生命记内底着安怎讲？恁毋通袂记哩，因为袂记哩是互咱离开上帝恩典，袂记哩是互咱正义到伫做真要紧的一个管道所以咱做来读来。伊讲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上帝互你有偌济恩惠，足济是咱袂记得你知影以色列人因袂记得，袂记得了就去拜偶像，你知无？袂记得上帝恩典就去拜巴力甲阿舍啦，因为因的看见，互因袂记得上帝恩典，因袂记得讲上帝安怎带因出埃及，正义到伫迦南，因看到
这迦南人因的农业真丰盛，所以因就安怎看到物产真丰富，所以因去拜迄个赏赐因的巴力，所以袂记得上帝的恩典是互因安怎进入到伫灵性的罪内底一个真要紧的罪恶。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上帝都千交代万交代，对无？甲讲哦，恁着爱记条条哦，毋通去拜，毋通去食迄个分别善恶的水果树啊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人的心灵若袂记哩吼，着接近即个罪恶。所以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安尼哦。所以得提醒咱哦，头一个就是灵性上的哦。诗人要讲的，就是灵性上影响到身躯生理上的病痛，过来就影响到咱的这个魂要去什么所在吼。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面对咱生理、咱的身躯的一寡只病痛。诗人检测伊有伊家己身躯的病痛吼，咱中间嘛有真侪只个对少年甲年老吼，像有真侪人讲，牧师啊，我遮疼遐疼吼，有的就是可能有面对癌症，面对着遮个久年的酸痛，特别是长期性的吼，咱有当时也会屈掉的，受折磨安尼，所以你会通将你的病痛，比如讲伫呼吸系统的中间哦，你着通祈祷咱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互我的即个喘气、即个呼吸的系统会通伫遮来齐全。比如若经过即个 COVID-19 的吼，可能伊会影响到你的肺部，对无？伫你的气管不时着安尼哼的，对无？有无？吼，有当时你扫，感觉讲敢是感冒嘛？有当时吼一恰生胃食道逆流嘛，引起嘛引起你的扫呢？你就抓种毋知安怎吼？所以兄弟姊妹，咱毋知的时阵，咱就讲上帝啊，你保护我的气管，我的这肺部，我的系统，求你来医治我，来帮助我。你若有胃肠的问题，你上帝拢知影你的身躯安尼知无？哦，上帝拢知影你的肠仔是差不多7公尺安尼哦。上帝拢知影讲你的细胞吼，遮地歹遐地歹，要安怎甲你修复哦？所以要互咱互你一个新的这方面。所以伫遮第二就是讲咱要宣告讲上帝啊，你要医治我拢总的病拢总的下边我拢总的罪，医治我拢总的病。这是诗人伊在面对的另外一个就是讲咱的身躯病痛，念伊咱会教咱讲安怎伫遮来面对第三就是讲，伊面对是讲灵影响到咱的身躯，过来咧就影响到咱的未来，伫咱的魂。所以马介病也像基督教病，伊咧强调就是全人全人的伊伫心身灵啦吼。所以伫这中间就是要帮助咱安怎，互咱的这心灵甲魂的齐全，会通直接帮助咱。所以你知影死无是对亚当夏娃伫遮入来吼，所以你也看讲上帝爱人食活命的果子的意思就是安怎，互人会通接触伊，会通亲近伊，会通接受伊伫你的生命中间，伫你所有的内底，你的思想、你的灵、你的思想、感情，以及你的身躯伫遐来掌管，所以帮助你会通享受。伫迄个亲像因拄开始伫爱电动园内底迄款的快乐，毋免乐乐就会通食乐乐所得到的会通食上帝所赏赐的所以伊的变化要互咱亲像啥？亲像上帝。总是伊在提醒讲，你毋通去食食另外迄种分别善恶的果子树迄个意思就讲啥？如果若安尼，咱就要背离上帝上帝叫你往东，你就偏偏安怎？你就偏偏要往西啦所以伫遮就是讲，你要爱家己做主，你爱家己伫遮来判断。歹势因为最近火大，所以伫遮咱看讲，你若背离上帝，你就家己做主，家己要做判断。安尼好安尼好叫上帝讲毋好毋好，食落会死。你就讲听魔鬼的话讲袂啦，听蛇的话讲上帝伫甲变，伫甲骗，所以我食落应该袂死
啊，目睭会搁较金，会搁较有聪明智慧。所以后果都爱家己安怎？所以人讲不听老人言。不过即句话即马对少年来讲哦，伊爱想一下，你知无？哦，伊拢听听讲AI 安怎讲啦，吼 ，Google 安怎讲对吧？啊 ，Google 嘛又毋对，你知无吼？所以有当时老大人的经验是作战的，所以哦，你若毋听老大人讲的话，食亏就伫眼前。咱毋听上帝话吼，食亏就是伫你眼前咯。所以伫遮咱看讲，这个死无是对人毋听话，人袂记得上帝话，然后咧，因去食无应该食的，因去做无应该做的，拢是因为啥？袂记得上帝恩典，上帝拢甲顾好、创好。来，咱做下读来，因为是通过一个人来，世人的国话嘛是通过一个人来。对亚当众人拢着死，安尼。对基督众人嘛拢会过哦，所以上帝恩典，你若去上帝恩典哦，原来伫罪中间，咱来面对死无，总是咧上帝佮互咱甲咱开一条路，通过耶稣基督讲，伊是迄条通天的道路。你若看希伯来人书内底就甲讲，即位完全的大祭司，伊通过伊牺牲，然后为咱开一条路，所以咱就毋免惊讲。以后100岁年后要去倒，上帝拢甲咱备办好好啦吼。所以伫遮咱看讲，面对死亡的结果，人惊吓、不安、无毋茫，所以用家己的方法伫找找。总是今仔日咧，今仔日咱看上帝的恩典吼，咱若会记得伊的恩典，咱就感觉讲哦，上帝甲咱备办好势，甚至到咱时间到啊，迄班车要来啊，然后咧。咱知影讲，即班车的目的地要去倒？哦，原来伫天堂，上帝甲咱备办好势，咱毋免伫遮茫茫渺渺，到底要行做对一条路安尼。所以今仔咱要透过即段的圣经，伫遮来提醒咱讲，感谢上帝。咱感恩的人生，就是你会通感谢上帝，伊齐全来医治咱。最近过去，咱有一个会友伫开即个身心科啦，我来教会咧找嘛吼。我想咱若不得已的时阵，咱敢去看遮个嘛吼，看遮个医生啦吼。所以咱足爱看医生，总是那咱的医生来做礼拜，你甲看不要紧，安尼好毋好？不过若有需要，你嘛是爱去看吼。不过咱会通对圣经内底安怎来帮助咱吼？上好莫看医生啦，上好咱通透过上帝的话伫遮先来帮助咱。如果若真正不得已，你有需要时，你就去看吼。因为咱有真侪只医生啊，无因的失业安尼无头路吼。不过上帝其实拢知影咱的欠缺，知影咱都有病痛。所以伫遮头一中，你爱先面对你的病痛吼，你爱接纳，你爱面对你的事实。用新的一个想法哦，伫遮来互你的脑部，其实上帝互咱的脑部会通有家己做一个医疗治疗的一个机能机制哦。可能中方遐部分的细胞会歹去啊，对无？总是当你若透过复健，透过新的一个想法思想的时阵，伊会怎另外迄个新的细胞会生出来。所以咱有发觉讲话，一寡神经、一寡细胞会怎另外生出来安尼吼。所以伫这本册《The Brain That Changed Itself》，就是讲这个脑伊家己会通做一个奇妙的改变。上帝创造咱所以你面对你的病痛时阵，你茫伫遐埋怨，伫埋怨就愈来愈安怎，愈孤单，愈无力。你面对这个病痛的时阵，你去接纳、面对事实，然后咧用新的一个想法咧行动，互你的脑神经、互你的脑部的细胞，好参就重新伫遐的电线吼。咱遮对电机有内行的无？莫达若烧歹爱创啥？爱重新去电迄个线，对吧？我去查吼，就是讲过去我的老爸是做水电的啦吼，
定爱甲人修理你这歹呀，你这莫大小意哦，着甲帮咱杀这莫大去，互人重新个填迄个动线哦。迄个莫大是即个运转的一个真要紧的中心嘛吼。人的脑部嘛是安尼哦，所以咱若重新有一个思考，迄个电线哦绕线然后咧重新有一个新的反应，迄是讲上有效的治疗的方式哦吼。所以医生的开刀拢有限，所以伫遮咱面对讲体内体外吼，这个刺激，特别就是亲人过世、死失，会造成咱伫即个知觉上，咱的感受、咱的情感会受到安怎冲击哦。所以伫遮对内在、对外在，特别咱所看对亲人、对周边，特别你熟悉的人所来带来的一款的伤害也好，也是失去，这就会影响到咱的情感。所以牧师一直咧讲，咱的灵、咱思想、感情、意志影响到咱的身躯，就是这款的一个大脑的影响，然后咧会影响到咱的身躯、咱的外在。所以今仔日咱要帮助咱，透过祈祷，就是要将即款的一个经验来帮助咱。有的人较想就是迄个记忆哦，想到迄个伤害的问题，所以无法度伫遐来偷放。有的人有家己的强迫性，你知无？我明明着关假死路啊，行到喙门锁掉，出去个安怎？我的假死路敢有关？着搁倒转来，禁好搁洗吼，搁出来。搁喙对无？你行无偌远，搁想着安怎？我假死路，毋知搁有关无吼？有人有迄个一个方法，就像去买吼，设定15分，你煮的时阵，15分到，伊就火甲你关开，有无？哦，陈老师因兜就有啦吼。迄个旅游长老因兜嘛有吼。这就是咧解决的方法。另外咧。你若关好对无？你个写者，我已经关了啊。安尼个较袂强迫症去强迫你讲啊，我一喙我就搁倒转来安尼。所以有真侪这方法，你会当去想。若无咱定着迄个重复迄个方式。所以今仔日咱透过今仔所看的视频，嘛要帮助咱哦。咱的反应，咱要倒转来到伫即个圣经内底。伫遮看诗人安怎伫遮来靠赖上帝，安怎伫遮来恳求上帝，安怎伫遮来学了上帝。所以伊遮的反应会来到伫咱的身躯会表达出来。所以互咱伫可能伊受到伤害的时阵，伊就安怎攻击。你甲我骂，你甲我就甲伊攻击。然后咧，可能我逃走，我逃闪，也是讲我都戆戆伫遐，我怎啊毋知要安怎。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就会造成咱的记忆、咱的伤害。有人强迫症是因为啥？伊细汉伊老爸甲骂，你啥物代志都拢做袂好，你知影？迄个记忆就伫伊内底，所以就造成伊一个强迫症。所以即款的种，你互你的脑部重新来重新来填迄个线，就会当帮助你。会通伫遮来得到即个治疗，即个医治哦。所以，互你知影讲，我靠上帝，有人借着宗教伫遮来皈依。今仔日咱无用皈依，咱是讲伫遮来接受耶稣，成做咱生命的救主。伊帮助咱，互咱伫思想、感情、意志，亲像拄迄个腓立比人书伫遐所写的，讲伫基督耶稣内底，互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安怎解决伫咱灵的内底问题？会当赶走遮个邪灵，就亲像大笔弹琴了，遮个邪灵伫遮来离开。基督徒就是要帮助咱安怎伫遮来，互咱家己伫即个灵的内底，会通伫遮来得到讨白，有遮个方法。你要安怎伫遮来祈祷？兄姊妹，帮助咱，互咱的人生是充满有毋茫，毋是伫遐。有忧郁症，然后到尾安怎无法度去面对，就家己结束家己的生命。甲苦伊同门吼，伊同门的即个，就是伊的另外一个即个同门师姐啊吼，啥物人知无？郑秀文啊，
为什么因两个人面对着同款的这忧郁症哦，面对着婚姻的问题，总是安怎无同款的结果？拄啊，迄两张手啊，有记哩无？这是因为伊挖靠上帝，听上帝话，伊亲近上帝，所以上帝为伊负责。另外一个就是安怎？当伊无入捌上帝，伊挖靠家己的方法，伊背离上帝的时阵，伊爱承担家己的啥？后果，伊要面对，伊无法度啊，所以真好就是讲，咱透过诗人来帮助咱，哦，会通伫即个中间来帮助，互咱的心灵会通伫遮得到透放。10月11开始吼，老牧师伫个迦南之声就甲咱三分享吼，伫即个即个作者吼，心理学家即个作者吼，欧文亚龙伊。有写几个会通帮助咱脱离伫遮忧郁咯，互咱心灵咱得到自由，一寡遮治疗的因子哦。头一个就是互你会通伫遮来透放，华语讲发泄、宣泄，一个管道吼，你若甲围堵着，到尾啊安怎憋去啊？你若甲疏通，通的安怎就通啊？所以头一个就讲，要安怎互即个内底郁掉的代志，遐影响会通伫遐来通透。这是当人郁了无地透的时阵就爆发开。然后一个管道互你透，你就会通安怎心灵哇舒畅。像你去爬山，甲迄个焦点转移你去海边，你去转移你做一寡遮无共款的运动，会通透放宣泄哦。第二就是讲灌压即个希望，也是讲一般外口讲正能量、正向的、正面的。你看诗篇诗人伫遮来帮助咱有当时看到诗篇诗人讲靠赖上帝，安尼靠甲毋知要安怎靠哦，总是伊伫遐佫会通转对上帝来吼，所以你会通宣告讲上帝啊，伫人无法度，伫我无法度的时，你有法度啊。所以我做爱诗篇103篇，就是伊包括无共款的，包括心灵的，包括着迄个肉体，包括我拄仔甲你讲第5节，你若用现代中文译本来看哦，恢复你的青春少年哦，对吧？所以你爱去看医美啊无？甲你讲边仔讲毋免去看医美啊，咱遮有咧做医美无？无啦吼，感谢主，无会来甲我骂安尼吼。所以咱咧学了上帝吼，上帝就互咱安怎心神活起来，然后喜乐的心就是上好安怎有啊。我最爱听讲，牧师，你看起来都无像要60个，哇，心内讲我足欢喜的，你知无？确实就想来到教会，你会看讲你会愈来愈少年吼。我袂讲我是18岁啦，吼，18岁实在是吼对家己有真大不过18岁 OK 啦吼。所以兄弟姊妹，你会知影无？上帝为互咱的呐心神活起来，咱互咱安怎上好的保养品，你知无？所以亲像这迄个空喙爱甲清啦，对无？空喙你袂使一个就甲打掉，你着爱甲安怎消毒，爱甲清。你若一个甲封掉，伊内底就安怎腐人啦？所以你甲清了，你爱搭啥？搭膏药啦。所以有这个虽然伊嘛是精神心理还是精神方面的这医生咯。伊就讲，这个诗篇就好亲像啥？好亲像膏药共款啦吼，会通伫迄个你的伤痕、你的空喙的顶面，若像迄个搭膏药，所以。你若读一篇诗篇就好，像就你家己膏药互你内底通伫遮复原哦。所以内底有真济医治的啦，真济感恩的啦，真济你要追求头前的道路，也是讲你要有上帝供应哦。所以兄弟姊妹，最近咱咧读诗篇，你着好好读，好好听，然后用这诗篇来做宣告。你若有病痛，上帝啊，你安怎医治这个诗人，医治这个人，嘛医治我伊有讲到心灵的，讲到啥内底迄个灵的代志遐个怨恨啊，遐个苦毒啊，拢要甲我除去所以伫遮咱看，就是上帝的医治，咱做来读来，
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是一切呢，毋是一项两项尔。所以这位上帝袂甲咱骗啦吼。所以咱看郑秀文，伊面对真侪，嘛是共款的婚姻问题，等等遮受陪伴，总是伊伫即个信仰内底找着治疗的方法吼。所以伫遮咱看，这位上帝要互咱是灵性上的，所以耶稣来解决咱灵性上的罪。过来，咱身躯的病痛，伊帮助咱会通找求伊。过来咧。互咱惊遐死无未来，毋知要去啥物所在，伊为咱安排一条路。所以伊伫医治的是一个济全的，互咱免惊咱所面对的死无的问题哦。第二就是讲，咱要来孝顺上帝的恩典。咱头一个，咱来看讲即个赦罪恩典。虽然讲这位上帝是赦免我一切拢总的罪哦，所以这位上帝无一项伊袂通赦免。所以你若得罪伊，上帝叫你赦免我安怎，我嘴所讲的手所做。第二呢，医治的恩典，上帝叫你医治我的五脏六腑。你有啥物所在无爽快，你手汗咧啥物所在，上帝奉你名。耶稣嘛讲，伫地面上捆绑，伫天顶也要捆绑着，捆绑遐无好的离开。第三救赎的恩典，伊要救咱脱离迄个死亡哦。第四呢。高举咱，就是互你安怎高举，互你有满足，互你有安怎生命的更新的稳定哦。这就是咱要安怎透早起来，咱一天，咱一年咱每个月，咱来孝念上帝你伫我心上所做的稳定，那安尼你就袂埋怨啊。那安尼你就袂伫遐定伫讲负面的代志，你会感觉上帝，你哪会遐听我？连这细项的代志，你拢听我的祈祷吼。最后一个就是讲，咱知影讲，咱得到恩典，咱就要分享出来吼。分享是透过可能你写作透过你的感恩，透过你的水见证，你有才调去帮助人哦。像今仔日楼骹因一日嘛有看到真侪遮的农产品无？有啦吼，这是迄个咱太阳总会司马县司马县教会因无来募款，因用应该所做来预备，来支持伫因的建堂的费用所以遮无论因的物产，牧师佮家己去食品研究院佮去上课去做遐果酱，符合着健康所以因真辛苦啊。所以伫遐为着要建堂，因无讲牧师你来互阮来讲道者，来报告者。因讲牧师我用阮所做的物产伫遮兄弟来支持，就是咧支持着因即款的建堂的事工啦伫原住民的所在原主来说，咱会通感恩而乐，咱嘛会通分享咱的生命见证，拄上帝安怎互无变做有。12月，我听讲12月有足侪红婴要出世哦，有双生的有本来无的上帝互伊变做有的所以你看，你就通分享迄个生命的一个见证。你安怎上帝伫遮来望着来医治，来得到透放。最后一个就是讲，你会通互这温助的行动，就是你有气力，你会通去帮助人，像咱。会通为着遮个送香的，为着遮个家友，也是讲恩友，为着遮有需要的家庭，咱奉献，咱用物资，咱伫遮来祝福因。兄弟姊妹，你嘛，上帝互你有教育恩典，你就分享你上帝互你的恩典，你会发觉讲，你毋是无去，你会加倍上帝资源更较济互你所以咱做伙来经历，咱要来学乐讲称颂。这位上帝是满满恩典，伊有赦罪，伊有医治，伊有供应，伊有各方面，佮高举咱提升咱你若敬畏伊，伊就要互你居上不居下，安怎作首不作尾。上帝话，你若相信，你若去宣告，上帝就要互你伫你的职场的顶面，伫遮来高举你按上帝来说，要么要活出迄款的分享主恩典的见证。我咧鼓励遮青年，今仔因愿意付出这个时间，无白了去因为伫等待讲，即马过来学校，毋知要读倒一间。我讲上帝要赐互你，
你愿意分别做成献身做活，这上帝就要赐福你。咱做伙起立好无？你来到上帝面头前，咱来学乐来称上最上主来帮咱咱哦。春风吹来水阵玉兰花香味，树头枝切鸟欢喜地吟诗。溪水边草木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白大主安。一口气，一滴水，修出阮我命的方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生点伫主的内面，学乐你创造大观念。春风吹来一阵玉兰花香味，树头枝雀鸟欢喜地吟诗。溪水边草木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白大主爱。一口气，一滴水，修出阮我命的方式。一生踮伫主的内面，一生踮伫主的内面，学乐你创造大观念。咱三个来祈祷，主上帝万物你所创造，你享受同样的好美，互敬畏你的人。我要学乐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我要来称赞你。因为你赦免阮拢总的罪，医治阮拢总的病，我要来称赞你。因为你供应阮拢会通满足，互阮福道，亲像少年人，亲像鹰鸟。阮感谢你，我要用阮的嘴来吟诗，学乐感谢。愿主你来受恩祝福，也互阮会通成做你荣耀见证的管道，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这请坐。